Hello，大家好啊，好耐冇見啊，我係阿 May 啊，今日同大家討論一下日常睇樓，你會遇到邊啲陷阱，開發商又係點樣一步一步氹你入氹嘅。咁如果你毫無準備咁過嚟中山諗住買樓，八成你會成為開發商嘅韭菜。咁其實我發現呢八成人買樓嘅思路其實都係錯嘅，一啲判斷力都冇。睇樓嘅時候呢，人哋響耳邊吹下風，咁再配幾個演員烘托一下氣氛，咁你就直接落訂啦。殊不知你落訂嗰一刻，你就成為人哋嘅韭菜啦。咁今日呢，我就同大家講一講買樓嘅10大注意事項，睇下你自己有冇中招。最後3個嘅話呢，亦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好有可能係因為呢3個要點令你買錯一棟樓。好啦，我哋睇返第一點，大家諗一下，你睇樓過程中呢，入到售樓部，開發商嘅銷售係咪問你響邊度過嚟嘅？對周邊嘅配套又熟唔熟悉？如果你話唔熟悉，咁就啱啦。咁開始同你畫大餅，同你講埋各種真真假假嘅利好消息。咁一段輸出之後呢，咁項目嘅位置又響市區嘅中心位置啦。咁從項目去邊一度都係好方便嘅，超市啦、巴士站啦、醫院啦，全部都喺隔離。咁配套呢又係非常之齊全嘅，業態呢亦係非常之豐富嘅。銷售呢就會問你啦，日後你住喺呢一度，你嘅生活有幾咁美好，有幾咁方便，直頭係令你有一種你住喺宇宙嘅感覺啊！想下啦，實際上呢唔係咁嘅，行到出門口睇過先知道，原來區位圖上邊近在咫尺嘅高端商場、醫院配套，全部都係幾公里範圍之內嘅。咁係咪行到過去氣都斷埋啦？所以嘅話呢，寧願相信自己條腿，都唔好相信銷售把嘴啊！咁你出去行多幾轉，眼見為實，自己心目中先有一個大概嘅概念啊。第二個，沙盤嘅陷阱。咁售樓部嘅沙盤係為咗展示樓盤嘅優點俾客戶嘅。咁小區內邊嘅不利因素，例如垃圾房啦、變電站啦、高壓線、高架橋、加油站等等，往往係沙盤展示嘅時候呢，都會標到豆釘咁細，細到你根本都睇唔到啊！咁作為開發商嘅銷售人員，咁肯定又係揚長避短噶啦，亦係唔會同你特登提起不利因素。所以你要睇沙盤嘅時候呢，要睇清楚不利因素喺邊一個位置，究竟會唔會喺你所買嗰棟樓嘅樓下或者附近。第3個，樣板房嘅陷阱，設計到又大又靚嘅樣板房，令好多買家一睇馬上產生碌卡嘅衝動。嗱，你先唔好碌住先，聽我講埋。咁開發商展示呢個示範單位嘅時候呢，係俾客戶有一個最直觀嘅感覺。開發商自然就會不惜重金去打造呢個樣板間啦。可能你覺得橫睇掂睇都係幾好喎，咁就好似為我自己量身訂做咁。其實呢，入邊呢都係人做咗好多功夫喺入邊㗎。譬如嘅話呢，是但單位嘅房間門啦，佢唔會裝內門，咁啲家私呢又會裝啲迷你家私，再將衣櫃做淺，將嗰張床呢做短，令你產生一種錯覺，你會覺得房間好闊落，實際上呢往往唔係咁㗎。所以我哋睇樓嘅時候呢，一定要睇清楚。日後你擺設咗正常嘅尺寸家私之後呢，你先會發覺成間屋嘅大細究竟啱唔啱自己用。咁第4個呢，就係價格嘅陷阱啦。睇完樣板間之後，你可能有啲心喐喐，但係仲係猶豫不決嘅時候啦。售樓部就會同你上演價格優惠大戰啦，各種各樣嘅限時優惠，你根本就冇聽過。咩全款買樓折上折、內部員工價、團購價、公底房、特價房等五花八門。咁呢個時候呢，你千祈唔好俾優惠沖昏咗頭腦啊！俗語都有話，天下冇免費嘅午餐，越係平嘅嘢，你越係小心。咁點樣先可以避免咁樣嘅陷阱呢？咁開發商目前嘅狀況係點？係咪開發商嘅債務暴雷？又係唔係要割你嘅韭菜走佬？
咁呢個時候咧，中介嘅作用咧就起到非常之關鍵啦。作為一個有行業經驗嘅專業中介嚟講，佢係有辦法了解到開發商係咪有債務糾紛，同埋一啲特價房之所以咁平，佢係有咩原因嘅，以及咧短期內開發商會唔會有破產嘅風險。而家好多樓盤遇到資金問題停工，咁我認為咧有幾個方面係需要我哋仔細咁去做判斷嘅，同埋中介俾到嘅你嘅意見亦係十分之重要嘅。第5個啦，挑選開發商嘅銷售人員。咁售樓部入邊嘅開發商銷售人員其實係經過專業嘅系統培訓嘅，咁開發商亦係對佢哋有嚴格嘅業績考核嘅，咁所以好難避免有時候因為成交而不得不使用一啲套路，盡量揀一啲真誠同埋有責任心嘅銷售人員啦。因為喺售樓部嘅銷售人員係有調嚟調去嘅可能，呢個樓盤呢個月。呢個樓盤下個月亦有可能咧，開發商調去其他項目，又有可能因為佢嘅業績考核唔過關，俾人炒魷魚。咁你買咗層樓之後，日後收樓、攞合同、交稅同埋辦房產證等等，都係重要去佢幫你去預約。如果佢唔喺度啦，換咗其他人跟進，又唔係同呢個銷售買嘅，咁人哋自然唔會有咁上心。咁所以咧，個人認為亦係好重要嘅呢一點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嘅 agent 有足夠嘅能力同埋責任心嘅話咧，以上嘅問題都唔係問題嚇。第6個啦，選擇品牌嘅開發商。咁能夠買上市大品牌嘅開發商嘅樓，就唔好買不知名嘅開發商嘅樓。咁大企業佢嘅信譽好，建築質量咧係有保證。同埋佢嘅物業公司咧會好好多，更重要嘅咧係佢賣完樓之後咧，佢嘅爛尾機率係細好多嘅。咁能夠買央企、國企就唔好買私企。第7點，揀翻啲優質嘅房產，樓梯樓啦、手握樓啦、小產權樓啦，或者一啲市中心10幾年嘅電梯樓啦，又或者係一啲遠郊大盤嘅產品，雖然都係樓，但係佢嘅流通性咧係非常之差嘅，而且會慢慢咁淘汰晒。買咗之後咧，你日後唔好話升啦，就算你想賣翻出去，亦係非常之難嘅。第8個咧就係地段嘅價值啦。咁學成哥話齋，買樓就要睇地段啊，交通、商場、醫療咁嘅基本配套，你至少要佔2個。咁如果一個都唔揸邊嘅話咧，你就一定要慎重啦。咁因為買咗大機率咧，會爛喺你手入邊啊。咁日後你考慮二手出售，或者係以舊換新嘅時候咧，你喊都冇眼淚啊。咁你要記住，國內嘅房產亦係一個商品嚟嘅。咁你記得商品咧就要遵從市場嘅一個基本嘅供求關係。咁樓層嘅價值又決定咗佢嘅價格，貴係有貴嘅道理，平咧一定有平嘅原因。買樓基本上咧，佢係冇所謂嘅性價比可言嘅。你買得平，將來咧一定係賣得平嘅；你買得貴，將來一定會賣得貴。第9條咧就係我哋要揾翻專業嘅中介買樓，我哋要相信中介，但係唔可以迷信中介。我哋要準備好2個中介，同佢哋傾下偈，了解下行情同埋近期嘅樓市動向。揀翻啲人品好嘅，而且有專業能力嘅中介，深入咁交流。你要記住，一個中介佢要靠專業去打動你，而唔係靠佢嘅殷勤感動你。揾翻個有責任心同埋專業型嘅顧問型嘅中介，咁你嘅價錢先可以使響刀刃上邊啊！避免購買垃圾產品。第10點，衝動係魔鬼，賺錢10年功，買樓10分鐘。雖然揾到一個合適自己嘅樓盤，其實真係唔容易。但係如果樓盤佢有90%以上嘅，咁我認為咧亦可上車。並唔係叫你買樓衝動。好多人咧連呢個樓盤周邊嘅配套、片區一個規劃都未了解，睇完樣板間就覺得唔錯，訂都俾埋啦。而家開發商嘅樓其實佢唔係好好賣嘅。咁如果你衝動咁落咗訂金，萬一你後悔上退就非常之難啦。
咁上個星期呢，都有啲觀眾朋友嚟揾我，問我買咗樓之後後悔，而家想退訂，應該點樣做？所以冇做好功課上車嘅人，其實係大有人在嘅。如果你想順順利利買一個合適自己嘅房產，咁就唔好偷懶啦。而家開始做功課。如果覺得今期內容對你有用嘅話呢，可以俾翻一個 like 阿 May，多謝晒。今期嘅內容呢，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